代替229车厝新自强号6月1日，因为水泵山雪来排马，事故到大约2礼拜咯。代替公司今日开说明会，公布这调查结果。伫水泵山进前的3分钟，监控人员拄好去便所，无注意到，就无来通报。代替也做出这行政的停处。董事长杜比家己请罪，也拿监控的值班人员记新改2改，这回有8个人受停改，相当的有记过。 代替229厝新自强号6月2日伫好人磅坑南口弄到土石流，造成9个人受伤。外界关心代替监视器伫事故前19分就翕到土石流，煞无人通报。代替董事长杜维车衫说明，发生事故时阵，监控人员有伫值班室执勤，2台辅助摄影机的画面拢有显示有伫监测荧幕，暗过人员无注意，才会致使无及时通报。发生这个事情的。 那个当下他人是在里面，他自述呢，就是他在里面有做监看，但是他没有注意到那2个荧幕，他的确没有看到，所以他也没有反应跟通报。花莲监务单值班室配置，值班规定是24点钟派人监看，迄天下晡4点30分至49分。 负责值班线路监控人员有伫值班室执勤，不过4点25分至27分捌离开值班室去厕所，尾仔是因为无注意到土石流溢流桥面无通报。针对这件事故，代替处罚8人，线路监控人员因为无注意、无及时通报处理，新改2支，其他包括总经理、副总经理、公务处长等人也因为督导不周，互人处罚。董事长杜维嘛自请处分。我本人也要负起完全的责任所以我上礼拜。 我已经跟部长申请自行处分，特别这个对民众旅客跟社会来郑重的致歉。那敢若处罚有疏失的人员，原来有奖励人员，包括受伤继续执勤姓陈的司机员记功2支，姓黄的列车长记功1支，还有2个服务员各记嘉奖2支。另外，代替嘛提出4项改善措施，一定7月底前完成野溪疏浚整治、大清水溪铁路桥设置土石流溢流过境系统，现场辅助摄影机摄做详实显示，加派由2个人24点钟监看，建设宜花东地区铁路沿线走架设施加过境系统，225位4级优先注意的山坪，今年底完成设置，拟定全路路线防护计划，希望会当减少意外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